另外來關心的是，行政院總談判代表楊定年呢是互人認定這場霸凌有成立，昨昏這行政院是甲伊停職，那總統府也佇昨暗的是發布總統令，甲伊免職去。針對着這楊定年講，這顏慧欣入去到經貿談判辦公室上班是受伊推薦的這款的講法，顏慧欣伊的老爸是講，迄是講來要互人母白清的。行政院政委兼經貿辦總談判代表楊定年，因為牽涉前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洪工課場霸凌的案件，總統府初一暗時發布總統令，甲伊免職。進前調查報告出來，行政院就宣布依法甲楊定年自7月初一停職。楊定年發聲明，無排除用法律手段，人為實際去講，干那上任的文官才有停職的問題。從制度上來講啦，政務官就是去留，政務官任免，他本來就是首長的權責。考試院解說，政務委員是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，按照流程，行政院先照相關的辦法停止職務，再提請總統免職。然而楊定年方免職了後，顏慧欣的老爸前財政部長顏慶忠初一發聲明，強調甲顏慧欣無做了的職業變做國家制度，這是行醫公道。佮表示楊定年講顏慧欣是由伊推薦進入 OTN 的講法，是調侃互人母白清楚事實。整個行政院危機處理是0分，是荒腔走板。特別是對於專章昨天職場霸凌專法的上路，我更認為是一大諷刺。好，因為他說的有個力量在支撐這個就是讓他離開，或是說出他對這個副總代表不利的部分。怎麼我感覺是相反呢？我們看到顏前部長他的聲明，那真的感同身受那能夠感受到他的痛心。顏慶忠也向監察院發聲，希望調查過程態度公正，重新建立友善公務員的工作環境。行政院秘書長張順涵表示，調查報告會勘的檢驗，行政院尊重也接受調查報告，也尊重楊定年，因為是當事人，伊做的後續救濟行為。監察院初一回應，經貿辦疑似涉嫌工課場的霸凌案件，已經在4月2日立案調查，目前當咧進行，一定會趕緊釐清事實，展現公信力，也安慰死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